继续来看，彰化县的人口超过100万，是6都以外上侪人口的县市。也毋过内政部的统计，彰化县的人口一直在流失，为2011年的130万人，到今年的4月，剩127万人。讲到是有6成的青壮年，因为工作或者是经济因素，搬去住台中。县长王惠美讲，会来增加青年在地就业的机会，甲这青壮年留伫个家乡。 新乡里出世人口数成长，彰化县虽然出生人口一直比死亡人口较悬，但是总人口数对2011年130万，降到今年4月127万。受到政经因素的影响，可能在就学、就业或者投资环境未来发展性，大部分是迁徙在6都。那6都又以临近我们台中市的磁吸效应更显著。虽然彰化出世，但不少民众讲为了教育资源、工作机会，就去大都市。 台中比较多全美的学校，然后像有些如果要留学的，然后台中会比较多选择，就是可能工作机会的部分是台中会比较多。内政部统计，2019年彰化人口数出现3%-，成长，估计到6月人口可能跌破125万。到时阵按照行政法规定，2位副县长的编制缩减做1位，因此县长王惠美讲会增加就业机会。青年创业的部分不断的在做加强，让我们的人口数不断的在127，甚至能够到131啊。 县长嘛强调，即马当咧争取捷运，或者是铁路高架化，拢是想要互交通设施更加完善。 互到台中工作的彰化人，有缘住伫彰化，毋通因为通勤，互人口向外流失。